土地法修訂文本諮詢期今日結束，再有團體收集大約700份市民嘅意見書到工務局遞交。而家我哋寫多咗篇副對聯俾佢，咁就希望咧愧無清官保黎書，幸能修法就督公廉，咁啊希望修個法補一補啲漏洞啊，咁就算官員想貪腐咧都難啦。手持一副對聯，仲有裝住700份市民對土地法諮詢意見書嘅金元寶。新澳門學社一行人喺諮詢期最後一日嚟到工務局遞交意見，向當局提出4項建議，包括擴展土地法諮詢文本所規定公開聽證嘅範圍，明確公開聽證制度，落實聽證結果對批地具有約束力。同時，學社認為落實產業適度多元嘅批地可以豁免公開競投，係任由官員解釋嘅隨意門，應該廢除，並且立即啟動城市規劃法制建設，增加土地批給透明度等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靚靚報導。